大家好，我係 Man Sir。今日就住金融業或金融科技咧，面對緊啲乜嘢困局咧，同咁多位同學仔做分享嚇。第一樣嘢咧，其實而家我哋金融業咧，同以前咧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以前咧，可能喺一個客戶嚟講咧，佢哋最關心嘅就係有啲乜嘢優惠啦，有啲乜嘢嘢咧係喺報紙啦、喺電視啦，甚至乎喺客戶經理度見得到同佢所講嘅資訊咧，有啲乜嘢嘢係值得參考。不過今日好唔同，隨着人工智能嘅發展咧，所有嘅客戶喺未購買產品或者服務之前咧，佢已經會透過科技、透過人工智能咧，做咗好多嘅分析同埋比較，先作決定咧去選擇自己嘅產品。咁所以咧，而家我哋第一個困局，我哋面對緊嘅已經唔係從業員啦，係面對緊人工智能，面對緊科技嚇，面對緊 AI 呢個第一個面對嘅困局。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乜嘢解決嘅方案咧？咁就着啦，我哋經常都會講一個話題。人工智能暫時都未必會取代到人類，或者科技未必會咁快取代人類。不過，如果唔善用科技、唔善用人工智能咧，好快就會被淘汰。咁所以喺我哋個行業亦都係金融科技啦。喺以前我哋叫金融業，而家會叫金融科技。我亦都係金融科技委員會嘅委員主任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可以善用到而家嘅人工智能科技咧，去令到我哋嘅客戶咧更加清楚知道我哋提供緊嘅服務同埋產品咧有啲乜嘢嘅回報，或者有啲乜嘢嘅福利咧可以俾得到佢咧。咁呢個係我哋最重要嘅解決方案。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喺未來咧有啲乜嘢行業嘅受惠點。咁啊，隨着我哋資訊發達啦，隨着我哋打開手機就會知道全世界嘅金融嘅行情啦，無論係服務啦，無論係產品。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受惠點咧反而會係只要我哋金融業能夠同到科技息息相關嘅話咧，更加容易俾整個世界嘅客戶咧去了解到我哋自己個行業嘅優勢，或者唔同公司嘅產品或者服務。咁最尾就係一啲非本土嘅學生咧，點樣可以把握到機會可以留港發展咧？我會認為係咁。其實我哋有內地背景嘅同學仔咧，其實去到香港發展咧係更加有優勢，因為我哋背靠咗一個好大好豐厚嘅內地資源之餘咧，去到香港呢個城市咧，亦都可以就住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接觸到好多唔同國際層面、國際視野嘅金融機構同埋唔同嘅服務。咁所以咧，更加可以讓咧資源整合啦，將好嘅背景再加埋喺我哋呢一度嘅地理位置咧，可以面對到世界唔同嘅福利。咁所以咧金融業加科技，再加埋內地同學仔嘅背景喺香港發展咧，將會係一個未來嘅大趨勢。咁所以有機會咧，再喺我嘅唔同嘅堂裏邊同大家分享。謝謝。